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咱政府加扣的税金有一部分确定要摕出来全民共享。政府嘛讲，一个人会分6000块的现金。严格行政院发言人士表示，过年前是官媒副作业，所以要等到过年后。另外，这6000块要安怎汇入去民众的口座？目前政府嘛在思考方式，上紧要等到2月底，钱才会落入去口座。行政长苏贞昌初时决定1400亿的刑税和民众破坏现金6000，突然法院依据的制定行政系统建制也同时配合，若确定用这方案系统规划按算1个月应建制完成，民众透过线顶写口座，目前咧思考透过线顶申请了直接汇钱入去，还是用 ATM 领钱，甲邮局临柜领现金才做法，上紧伫1月底就会看到现金汇入去。如果是用一个特别条例的方式送立法院审议的话，那立法院审议通过之后，也要提出特别预算，在行政作业上年前要来发放，在时间上面是比较紧迫，应该是来不及的啊，所以院长才会讲说期待在开春能够给大家一个祝福。杨政院阁决定投入45亿，加发1年弱势生活补助，为今年1月开始加收1块，每人每月750块，将加收1块，每人每月500块。今年第1个月补助伫春节进前就会钱汇入去，会有60万户受惠。我们这次的45亿是用特别统筹分配款，那因为我们如果要用特别预算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在1月就可以照顾到经济弱势的民众。那明天财政部就可以把钱都可以拨到各县市去了。每人发6000，毋是大家拢喜欢。台北市机关、苗圃甲前机关英文界农经表态旧领姚立贵讲，领会做攻击。我会领去主审会也是家务中心关系，因为我感觉你若无领的时阵，嘛是搁回转去公库内面啊。行政议会下礼拜要通过特别条例，函请立法院审议，和民众赶紧摕到开春现金红包。罗秉成表示，政府直接发现金的经验，亲像疫情纾困，都是直接汇入民众户头。各项规划甲系统建立咧跨部会合作，初步规划破坏现金无排除，甚至纳入国际因素爱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要提醒乡亲，政府要分6000块给民众，每只拢有，也毋过还未开始哦。而且，所以呢，伫最近有收到简讯，叫你爱去填资料，这拢是港骗的。行政院嘛强调讲，政府袂用简讯去通知民众，呼吁民众千万毋通互骗去。手机出现通知，投资简讯过来啊！家己如何买股报明白，互你知，一天收到几啊摆。高几率是诈骗，毋过即马也阁出现。中央才多定调全民发6000，多人被简讯通知连结领现金，敢讲政策已经提前上路咧。诈骗集团真的就蠢蠢欲动确实已经有掌握到相关的情资，诈骗集团用简讯连结的方式要来骗民众，不会现在用简讯的方式通知国人领6000元。诈骗集团超前部署，对时事各当歪脑筋，刑税和民众申请前，也互诈骗找上门。行政强调，别用简讯通知领钱，毋过打击这种恶意简讯，爱为源头做起。我们会要求业者必须要做双证的查核，知道谁发了这个简讯。第二个，我们也要求业者要做关键字的查核。如果有民众报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阻断这一些发送的号码，避免其他民众在接获这类的诈骗内容。若酷于简讯165反诈专线对电话来阻止 ，NCC 是多多电信业者设定诈骗关键字，亲像骗股、领钱等。伫信息发送进前，对台检提前查落来，敢若是去年查落来简讯到3704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48%。人头问号停止甲电话也超过5400个，毋过也难免会闹到去。接到这个不明的简讯，你千万不要去点击这个网址。事在如果民众有这个尝试，就不会被骗。恶意简讯是一直在改变，常常话套路搁出发，警方也呼吁民众自身也要加加注意，提悬辨识诈骗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31078个本土病例，大病入境的有436例，其中有一半拢是对中国来的。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公布，中国入境的旅客第二批的阳性率是17.9%，上紧伫今仔日嘛对外公布头一批的基因定数。本土疫情连续2天3万外例，初五拜四新增加31078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68例，死亡有45例。另外，因应中国疫情变较严重，咱国针对中国入境旅客进行喙瘾 PCR 采验，第二批采验结果也公布，阳性率是17.9%，要做病毒定数。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成是讲，国际上介烦恼的，毋是已经知影的 BQ.1、XBB 这个病毒株，是毋知影的威胁性更加强的新变种病毒。它如果传染力很高，而且很容易造成重复感染，也就是它免疫逃脱很厉害，那它不但传染力强，而且很容易造成重复感染，那可能会再造成大规模感染。所以这2点是我所谓的这个具有威胁性的病毒。针对疫苗采购计划，王必成讲，原则上会以 mRNA 疫苗为主，佮搭配 Novavax 次蛋白疫苗，提供予想要做副作用较细的民众来做。无新的变种病毒出现，未来民众可能1年需要做2剂新冠疫苗。我们打完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力可能在3到6个月，它就会衰减到一个程度。所以看起来应该是1年要打2剂。另外，最近长照机构确诊率升悬，指挥中心宣布，为后礼拜1初9开始，调整大宿舍长照机构公费快筛措施，开予居民每礼拜2届体检，也甲工作人员每礼拜1届体检。若是春节伫要到啊，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必须要准备适量的防疫物资，像讲喙暗家用快筛剂，以免连假邮局休困买无相关的物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下暗东北季风会增强，加上冷空气会落南，北部、东北部温度拢会下降。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日是食方面也是有水气，所以伫北部甲东半部、恒春半岛拢有低降雨。基隆北海岸有可能会上大雨。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日是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北部的温度大约是14度至19度，中南部是14度至26度。伫中南部温差会较大。下暗东北季风会增強，冷空氣會落南，所以北部甲東北部温度拢會小可下降。若拜六禮拜各地拢是侪份好天，天氣是變較大冷。敢若東部、東南部有低漸雨。來關心今年3月份，咱台灣要舉辦 WBC 世界棒球經典賽，原本是按算講伫新竹棒球場嘛會舉辦熱身賽。嚴格新竹市政府即馬是發現講，球場的排水下水攏有問題。新竹市長高虹安嘛有派人去烏開球場，即馬發現塗骹有磚仔角、有廢土，閣有電線，規個球場有152個欠點。目前即馬是決定講，新竹無要辦熱身賽啊，而且會甲做工程的相關人員攏移送發辦。這水都沒有復工。甲棒球場內草埔烏開，內底還有超過3公分的石頭啊！應該是飛不是？你看我就說，所以我剛剛就說是不是怪怪的？另外一邊甚至還挖到廢棄的電線。新竹市長高虹安宣布，目前新竹棒球場有積水、土壤，還有廢棄物等等的狀況。第一時間來恐驚無法度改善，所以決定要放棄申辦 WBC 比賽。讓場務專家來協助，確保這一次的修改的計劃是真的能夠讓這個球場是可以用的，甚至可以打比賽的。我們確實都坦誠是需要一些時間來做整個全盤的規劃，我們並沒有辦法現在去承諾。但是國際賽事在這個3月的熱身賽是確定無法舉辦的。因為土壤內底挖到磚仔角、電線等等的廢棄物。高虹安講會收集相關證據，送檢調單位進行調查。有非常重大的偷工減料的這個罪嫌，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做移送。那至於說剛剛有提到的是新竹市政府之前的這一些承辦的這些我們講說官員也好，這個部分的話，目前是檢調已經立案在調查，那也確實跟我們新竹市政府有開始調閱資料。舊的市府團隊已經在去年甲新竹棒球場交予烏天廠商，即馬出現重大的缺失，無法度營運，嘛無收入，市府刷來恐驚得處理違約的證據。廠商第一時間過程中敢有偷工減料，甚至烏白拼廢棄物的問題，嘛需要擱再釐清。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
嘛是另外一件歹代，这是国军发现强盗案，检方查出海军退伍的少将谢福祥。还有政治委罗志明涉嫌小解退伍的将领去中国接受交代，高雄的地方法院裁定罗志明20万交保，谢福祥15万交保。因此，事件发生在102至108年间，检方已查扣范闲所有相关证物，以交保及限制出境出海方式，足对范闲产生相当的心理压力，避免串证及逃往。确保后续刑事追诉程序之进行，故认无羁押之必要，乃分别预支新台币20万元、15万元之交保金额，并不得对未到案证人实施接触。检调有找10多人到案去说明，有一寡退伍的将领是以证人的身份去互问话，嘛坦白讲捌去过中国游览接受交代。验过罗志明甲谢福祥到案拢否认，因为因的口径有疑点，嘛惊2个人会串口径，所以检方有申请羁押。验过落尾，法官是裁定2个人交保。检察官即马当地研究，敢会提出控告。未来做兵爱做一档，做兵每一个月薪水嘛有2万6。国防部是表示，伫这菜鸟的阿兵哥起头是1万通尔，要经过8礼拜落部队了后，才会当领到2万6。另外，未来做兵嘛加强训练模武器，亲像表穿飞弹、实弹、射击，这拢会训练。义务役恢复1年1期，国防部只剩1年准备，明年就要进入这摆兵役改革，调悬摇篮薪水1个月26307块，是领20310块，啊不过爱结婚才领2万，新兵1个训练8礼拜期间，月薪就是1万块。他入伍集训之后，他取得了一个专长的证书，他变成说可以领那个专业加级是10190元，所以是他结训拿到证书合格证书下部队之后，他所领的才是20320元，这是有阶段性的一个领跟条件性的一个发给的方式。明年同时有4个月军事训练役，1年义务役拢要政府会用共役期，伫共济赢去避免相处问题。1年义务役主要以陆军守备部队为主，有部分役人会进至作战部队分配到陆海空3军。营舍报告问题，目前国军营舍应提供25万外人使用，那役人分发到外岛偏远地区，共款有薪水加级，啊不过金额比志愿役较低。另外，6日实战化射击训练，各导致部队演训，操作标枪飞弹、气象飞弹。啊，不过外界这期就1年1期，无法度培养合格标枪飞弹兵。那标枪飞弹概率要实施4周的训练。那同样的，他的部队里面会持续用模拟器的方式来增加他的一个训练的强度。那最后要做实弹射击化，我们会结合年度的武器射击的流程来做一个射击的训练。传统数据出这是过高阶专种训练的义务役，退伍了后会照军种部队需求分配到适当部队接受教调。有学者建议应选优秀义务役去美国受训提升战力，传统处回应会直接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感谢请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宣布讲，初8月开始开放国门，嘛重新开放会当经过香港、澳门去搬飞行机。香港政府即马是估计讲，开放通关了后，第1阶段逐工应该会有6万人来通关。香港人是关岛开放了后，变成病毒会倒入去香港，增加疫情的风险。加上确诊者总共留点香港，安尼香港的医疗负担会真大。来关心联合报。政府推动渔电共生，室内渔电设施煞有侵害特定农业区的好产地，嘛去市外来种澳洲小龙虾，这拢引起外界关心。农委会是有个讲会修改规定、修正规定，要甲特定农业区啊，佮一般的农业区，伫设施内的渔运的规定放入去法律内底。嘛即马已经有渔运的，而且真是有咧饲的，才通去申请渔电，嘛袂使去市外来种。来关心中国时报，5党前高雄市长在选举的期间，中天新闻台有报讲，民进党的立委区议员在主持活动的时有话讲，爱大家莫离开。不过 NCC 是认为讲，区议员是讲大家无离开，所以认为中天乌白报。转罚中天20万，中天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即马宣判 NCC 无证无据就处罚，撤销这个处分，所以中天唔免罚。
国际上要紧，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即马已经下令，讲俄罗斯军方会停战36点钟。主要目的是因为要互大家伫1月7日东正教的平安夜，还有耶诞节会当去做礼拜。伊嘛呼吁乌克兰爱停火，严格是互乌克兰的民众批评俄罗斯虚情假意。若西方的国家有继续提供武器互乌克兰，法国伫测试时就互乌克兰新的战车。因为1月7日是东正教的圣诞节，俄罗斯总统普廷随后宣布停火36点钟，也希望乌克兰做伙停火。这是拍了10个月俄乌战争第一遍团式停火。不过乌克兰民众的不满是反映伫咧甲东正教分家伫旧年12月25过圣诞，也批评普廷是假好心。Так що 31 грудня ніякої тиші не було, і ми під такі бомбьошки ми зустрічали Новий рік.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лицемірство зі сторони Путіна. Це 乌克兰民众的不满是因为俄罗斯伫咧跨年暗对基辅进行轰炸，当作新年礼物，这么颠倒叫人以毒报还。乌克兰是拒绝停火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也讲，普丁的36点钟停火是想要休喘。I'm reluctant to respond to anything Putin says. I found it interesting. He was ready to bomb hospitals and nurseries and churches and with on the 25th and New Year's, and I mean, you know, I think he's trying to find some oxygen. 俄军最近甲火力集中对乌东嘅巴赫穆特这个新型战区发动攻势，不过乌克兰讲，伫咧过去一天已经拍死800个以上的俄军，也甲战机、直升机拍落来，也射到坦克车，互俄军受到正大损失。而且西方国家继续对俄罗斯提供军援，法国伫咧随时第一遍提供乌克兰轻型装甲战车，是第一遍军援西方设计战车。 Франція виводить європейську оборонну підтримку України на новий рівень. Я дякую президенту Макрону за це лідерство. Отримуємо більше бронетехніки, зокрема колесні танки французького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Це те, що дає чіткий сигнал всім іншим нашим партнерам. Немає зараз жодної раціональної причини того, що Україні досі не постачалися танки західного зразка.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甲德国总理肖兹通过电话了，讲两个国家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战车加爱国者飞弹系统，也欢迎美国另外关防空系统加战车予乌克兰。公司新闻陈伟林5期抢编辑。 来关心这不幸的消息，这是越南有一个查甫囡仔，进前落入去35公尺深的阿摩头港内底，当地政府用尽办法咧抢救，嘛是赶快拢救无出来。拜三时已经宣布这个囡仔过往啊，目前咧赶紧甲遗体挖出来交互家属。 为抢救困伫阿摩头港的查甫囡仔，调各种大型器具无眠无日进行作业，不过时间慢慢过去，查甫囡仔生还的机会愈来愈少。越南东塔省副省长拜三宣布，抢救5天无效，查甫囡仔已經死亡。Thì chúng ta ưu tiên vừa song song cứu hộ và tìm cách để bảo tồn, để duy trì cho em bé, nhưng mà xét thấy rằng đến lúc này thì cái điều kiện duy trì sự sống cho em bé đã kết thúc và em bé cũng đã có cái bằng cớ đầy đủ rõ ràng là tử vong。这10岁查某囡仔是伫元旦进前，甲3个朋友到这个起球的工地附近捡废铁，无细致跋咧看25公分、深35公尺的阿摩头港当中。起初救援人员也听到伊的求救声，伫抢救的时阵也一直换送出桶维持伊的喘气。不过到第3天，掉落去的点血机显示伊已经无反应。官员表示，查某囡仔有真侪所在受伤，而且阿摩头港内底长时间送索无够，经过咨询医疗专家了后，才做出宣告死亡决定。不过救援团体依然尽力将查甫囡仔遗体挖出来，互伊的亲人为伊办丧礼。伫这进前，有关当局出动数百个军警甲工程专家，希望将阿摩头港背出来，然后这趟救出囡仔，完成伫附近大至19公尺长的铁管，努力送当去挖除阿摩头港附近的土甲积水。拜三进前，越南总理也佮爱救援人员尽力抢救，不过最后救援任务依然宣告失败。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辑。
那伫美国的犹他州是发生一件真惊人的灭门血案。翁婿是因为不满看守要求要离婚，全甲规家伙仔拢枪杀，包括因所有囡仔拢杀死，而且佫自杀，所以这案件即将造成8人死亡。警方伫咧犹他州伊诺克这间厝外口有封锁线。这件灭门血案，和这个人口有8000人的店，大家拢真惊。市长切斯纳特讲，这个家庭的囡仔甲伊的囡仔，捌伫因兜后院做伙耍。市府的官员讲，女主人头纱这礼拜本来有一个会面，但个人无来。社福单位伫咧找5去因兜看，发现因规家伙仔拢死伫厝内。Today, a welfare check was called into the Union City Police Department to check on a home here on Albert Drive. Upon entering the home, the officers found 8 individuals, 3 adults, and 5 minors who had received gunshots and were deceased. 市府的官员讲，42岁翁婿海特曾枪杀40岁看守头纱甲伊的丈妈，所以对家己5个囡仔开枪，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枪伤。根据法院记录，看守头纱伫中国的2月提离婚，也已经收到文件。警方讲，几多年前就针对这个家庭做一寡调查，但佫无讲是甚么情形。美联社报道讲，这个社区是全国发展上紧的地区之一，真侪拢是大家庭，也甲犹他州大部分人同款，信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也就是摩门教。We all know this family. Many of us have served with them in church, in community, and have gone to school with these individuals. 犹他州长考克斯甲总统拜登拢发声明哀悼。拜登并且讲，这是一件悲惨的枪击事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全世界大环境的景气无好，经济歹，科技业嘛受影响。电商大公司Amazon就宣布讲，因要裁员，有18000个劳工会无头路。景气歹，经济无好，美国企业陆续出现裁员。自面册母公司Meta甲推特宣布减少人力了后，亚马逊执行长安迪贾斯西哥伫公司网站也发表一份公开批，计划减少1.8万人的名单。要伫18了后陆续公布主要影响的单位，包含电子商务、甲 PXT 组织，因为过去快速招聘人力，加上经济环境的挑战，只好做出艰难的决定。在疫情的初期呢，是等于说有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说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那这个相关的产业也大肆的这种招聘相关的人才那但是呢。到了这个疫情的后期呢，可以发现就是说，在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一块呢，其实出现供过于求。虽然全球大环境无景气，不过国内类似市场较无受影响。全年董事长林敏雄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行政规划全面普发6000，对刺激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一定会啊，非常好啊。会不会担心民众把这个钱存起来？这应该有一小部分会存起来吧，内需应该会好吧。他且认为，伫美国一直升利息之下，对民间消费当做会减少，而且为联准会抗通膨的态度来看，2023基本上跟利息可能性无关。所以今年需求市场依然拢伫价卖状态。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中国的疫情滚价，疫情大爆发，也毋过伫1月初8，中国就要开放国门，会当开放中国人出来出国旅游。真侪国家对中国来的旅客，即马拢会实施严格的防疫管制。那伫南韩，就有一个中国人，伊就回登机了后，体检出阳性，转送送去防疫旅馆，也毋过伫防疫旅馆的期间，伊却偷选出去，即马互南韩通缉。尾也是伫首尔抓着人，即马上当会罚款1000万韩元，大约是新台币24万。中国这个月初8要放令民众出国旅游，各国已经提出各种防疫做法，谨慎对待。想要到一个40多岁中国游客，初3暗时飞往南韩仁川国际机场，落地时阵检测是阳性了后，直接防疫巴士去防疫旅馆等待大房，煞趁机会脱逃。南韩警方全力搜查了后，初5日首尔抓到这个游客。 또 이분은 이제 그 법률에 따라서 1년 이하의 징역 또는 1천만 원 이하의 벌금에 처하게 되고요. 그리고 강제 출국을 당하게 되고 일정 기간 동안 입국이 제한되는 어떤 처벌을 받게 됩니다.
南韩防疫部门去年底就开始加强中国游客入境的管制，为这个月初2开始，将中国入境的旅客独立出来，身躯都要搁挂黄色的牌啊，互人辨认，要求因落地时阵进行 PCR 检验，确诊者隔离7天。根据南韩疾病管理厅初5的统计，前一天为中国入境旅客的确诊率已经升高到31.5%。 네, 개인적으로는 좀 규제가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오늘 아침에 뉴스 보니까 며칠 전에 뭐 중국에서 사람 들어왔는데 격리해야 된다고 했는데 도망갔다고 하더라고요. 아침에 봤는데 그거 보고 좀 심각성을 더 느낀 것 같아요. 中国游客的旅游热点，日本、南韩拢陆续推撒中国游客落地体检，要求确诊者爱隔离7天的新政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初时就宣布加强检验，为7月开始为快筛变强制 PCR。不过，还有其他国家，像讲泰国、柬埔寨拍开国门，无需要提资料，也是接受任何的检测，欢迎中国旅客到国内消费，促进因的观光。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相信咱同齐来看世界。中国即阵疫情严重，嘛停用部分的抗生素，禁止袂使出口，所以即马包括法国还有其他真侪欧洲的国家，因为拢是靠中国的药品进口，即马恐惊会着无药啊通用啊。欧洲的专家是呼吁讲，药品的制作也是爱在地化、较保险。 来关心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选举已经投票投过7轮啊，也毋过各党也是选不出新的议长，因为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党内有真侪议员无支持，所以伊无法度摕到218票过半票数。啊，若民主党虽讲真团结，无人走票，也毋过嘛敢若202票无法度过半。 来关心巴拉圭4月份的时要选总统，执政党的候选人有表示，准讲伊选调会继续甲咱台湾维持邦交的关系。也毋过在野党的候选人是已经放调讲，准讲伊选调就要甲咱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桃园的杨梅的警方，昨昏抓到诈骗集团，嘛是去骗食要找头路人，才甲人关起来。因为有被害者逃走出来，才赶紧去报案。警方有成立专案小组，有救出4个人，嘛抓到5个嫌犯。 警方将门暂开，甲内面5个21到54岁嫌犯压制。杨梅分局初5早起接到通报，有一位被害人和诈骗集团非法关伫咧杨梅区一栋大楼内面。这位被害人对案发的地点做出了报警，讲还有其他被害人互人关伫咧内面。杨梅分局接到报案了，做专案小组，甲门暂开了，入去内底抓人。5日上午接获友善通报，有被害人遭诈欺集团非法关押。 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救援，并成功破门，当场查获5名犯嫌，救出5名被害人，同时查扣银行存簿、金融卡及手机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现场抓到5个嫌犯，救出其他4位被害人。嫌犯是以清洁工或者是做线工骗被害人来应征，被害人拢是因为欠钱，才甲口座卖予诈骗集团，互人关伫遮2天到2礼拜。 也有人伫咧过程中互人暴力对待，警方伫现场查扣银行簿仔、金融卡、手机等证物，专案依照妨害自由加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去年10月份的时，台中有一个业务员哄抬死这个命案，检方是表示，这个案是有符合国民法官法相关的规定，所以即卖会将做咱国内头一件交予国民法官来审理的案件。国民法官今年正式实施台中地检署初4将假释的业务员杀人案，因为符合故意犯罪，因安尼发生死亡结果。初5移审台中地方法院，正做全台湾头一件国民法官审理案件。今天上午10点，台中地检署有向本院起诉一件国民法官法适用之案件。检察官所起诉的案由是刑法杀人罪，刑法第271条第1项之罪，所以依法应该由国民法官法庭来审理。20日回姓的男性甲姓氏的男性拢是台中一间直销商的业务，两个人因为工课抢业绩起冲突。姓的男性去年10月20日暗时去到姓氏的男性住的所在理论，双方吵袂平，一个用着牙刀扑对方几60刀，落尾对方是送病院救无回来。
台中地方法院表示，按照国民法官法，除了少年刑事案甲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案件之外，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而且由地方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只要符合所犯上轻本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故意犯罪因安尼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就符合国民参与审判。国民法官爱满23岁，而且伫地方法院辖区连续待4个月以上，有受过国民义务教育的本国国民。国民法官是要由合议庭的法官，再依照国民法官的程序，他会先进行准备程序，其后再进行所谓的国民法官选任程序。那依照选任程序，再选出6位国民法官以及1到4位的备位国民法官来进行审理。根据司法院2014年到2018年案件类型统计，当年大约有600件案件适用国民法官法。台中地方法院用电脑分案，由刑事庭的庭长担任受命的法官，另外2个庭员是陪审的法官。原来6位国民法官会透过选任庭书来选出来，一个爱1个月到2个月作业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瑞士的外交部官方网站内底有一段字，是提醒要来台湾旅游的瑞士人，在讲要注意台湾的交通，嘛形容咱台湾人塞车坏爸爸。面对这款国际上的歹印象，交通部是表示，针对伫路口车无要让过路人这款行为，会加强来开罚单。目前嘛已经伫全台湾启动64台的科技执法。这个月初3，宜兰东山乡发生一件山石车，好亲像弄人顶了后，不管马条线顶悬有行路的人，直接甲交过。顶个月27，台中丰原客运驾驶弄到马条线顶悬行路的人，夺走妈妈甲红影2条人命。民意代表讲，台湾交通状况，若互 CNN 形容是地价顶级，佮互瑞士外交部官网注记台湾驾驶有攻击性，有造成重大事故风险。你可能要很专注的在过马路。不能就是一晃神，可能就有可能会被旁边的车撞。一般车开得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过马路或者是什么时候，自己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徛伫路口看，确实有车辆强伫行路人面头前开过马条线。交通部道安会回应，除了修法提高无礼让行人最高罚6000，也跨部会来体验路口设计。另外，目前已经有64位路口有些科技执法，由警政单位直接稽发。执法的部分目前也在跟警政署这边有一些合作，科技执法的方式来取缔路口上面不停让行人这些车辆。有警察在场的时候，通常就比较守交通规则，因为我们台湾经常看到的状况就是交通是又急又乱，甚至有时候不急也乱。学者分析，透过警方执法，渴望短期导正用路人的行为，到尾也是爱靠用路人互相有同理心，搭配地方政府优化交通号志连线，让交通更加顺畅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防教育的议题是引起讨论。其实，伫新北市有国校10多年前开始，就伫学校内底有登 F-51战机，嘛用课程甲活动教囡仔来认识国防教育概念。不过有专家是表示，咱的学校主要也是升学为主，所以成效有限。一台袂输要起飞的 F-51战机，就安尼栽伫学校内底。新北市北分国小伫12年前争取到这台退役战机来学校展示，成做推广国防教育的起点。每一礼拜爱上的科目其实是足侪啦吼。另外讲独立出来上这课叫国防教育，迄是较困难。但是阮学校的做法就是讲，阮把国防教育的概念跟知识。融入到伊平时爱上的课内底。即马每一个新生来学校的头一天，就会听这只 F-51阿公的故事。但年级拢有无共款的课程，互学生认识国防军事的概念。不过，这只是一个特别的案例。真正捌伫国防部负责专编国防教育的军事专家吴宗基认为，就算讲有国防教育，实际上的执行状况嘛无讲介好。规国小去国中看吼。其实啊，真侪时数拢去人占用，拢去其他的是个升学主义的啦，科技的啦，体育其实国防这方面教育咱台湾进步的迄个空间也阁足大的前几天，行政院二权小组提案，要求政府编二小版本的全面国防手册，互囡仔会当真轻松着看有。国防部初步对此表示，因已经收到会继续听各方无共款的意见，纳入未来编修的参考。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新北报道。
也未18岁，袂使去捌薰甲酒，所以学校内底薰甲酒拢是违禁品。也毋过伫桃园市立的公客高中，防检机讲学校甲场地说服卖酒的生理人，然后生理人直接做仓库。桃园市的教育局是表示，因已经有发公文去纠正，要求讲爱甲这酒随搬离开学校，而且嘛讲会靠这个学校今年度的补助款。停车场内面酒是放满满，甚至阁有领队会当来放。这是桃园市私立公区高中有学校的老师投诉，学校对2019年开始就租场地，互酒商来放酒品。各学校反映学校无插，去年6月，甲桃园市的教育局投诉嘛无改善，因做一个教育工作者感觉真见效。有些孩子如果你带违禁物品，或者是抽烟或什么被满上他过是会被惩处或什么的，那孩子就会觉得，那为什么学校可以放酒？因为我们学校之前还有一个老师卖私烟的，我们校长也允许啊，所以就变成一个教育单位变成有烟有酒，这个很离谱啊。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对啊，所以我觉得不该放烟酒类的东西。学校表示讲，即马囡仔是愈来愈少，为着要增加收入，甲无得用的空间租予业者来用，双方有签合法的契约。各个物件包括酒和饮料，袂影响到学生的出入和上课。酒类品包含饮料都有哈，他们就是一个空间，它需要做冷藏，那刚好我们有闲置空间，也不影响到学生的进出或者是学生的学习空间哈。所以我们就做了租赁的工作，也都有合法的那个租赁契约哈。全国书学工会是批评讲，酒类是违禁品，本来就无应该出现伫学校。教育单位使用不动产的所得，依法嘛爱用伫公共性的用途。桃园市政府强调，学校无依照规定报准，已经函文纠正，会靠112年度的补助款。学校不动产的出租，并一定要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时可办理。学校未依照规定办理，教育局将于明年的112年有关于私立学校的奖补助部分后填补助款。教育局表示讲，学校租予厂商来囤酒，无符合私立学校关注办学的目的。而且书校法要求学校随甲酒品搬走，卖派人来监督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花莲。花莲的妖鸟协会伫去年底有接到通报，讲有一只真罕见的东方白鹳，卫生区是软高高，佮趴伫水池边。经过抢救甲照顾，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嘛已经甲野放啊。拍开笼仔120公分悬的东方白鹳慢慢行出笼仔，成功飞起来恢复自由，互救援单位至今真欢喜。因为这只乌白色的蛇鸟是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全世界只存6300只。医生的判断是可能是失温，因为看起来不像说肉毒杆菌，然后是禽流感菌的现象。然后经过第3天吃，OK 的话也放，结果放出去不错，它马上就飞走了这样子。另外，吉安乡赤卡船溪出海口，有媒体报道，全球只存500只夏威夷来渡鸭，飞超过8000公里伫花莲出现，也唔惊人伫河边耍水，请不少人来翕。刚到火车刚到啊。这种鸟类是不是在台湾是没有过去没有过？没有了，因为它是夏威夷的鸟，它不会迁徙的。不过，附近的民俗是发文澄清，这只鸭是因饲的绿头鸭最近走出去，佫一摆出现，竟然真做新闻主角。昨天晚上就看到，就是有新闻说，发现了那个稀有的品种，这样就发现那不是就我们家的鸭子吗？这样子，因为它就是长得很特别啊，它的眼睛两边都有白白的一圈这样。野鸟协会是认为，来到鸭体型较细，这只鸭虽然有白色的白壳，不过体型较大，应该是一般母的绿头鸭。民俗业者提供相片比对，呼吁唔通改惊到，也希望伊赶紧回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18大地震，地属花莲玉里到富里的火车登去停驶3个月过，这嘛严重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当地少年家为着要进行在地拼观光，有家己举办音乐会，带小旅行要请观光客。另外，嘛有外地搬到遮大的少年家，发现地方政治的问题，转去目政治。明仔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咱就带乡亲同齐来去花莲，看少年家安怎改变这个所在。要搭接驳车的旅客，记得购票或刷卡后上车。乘客一个出玉里火车头，就随搬车去富里。
这是去年9月18，花莲玉里发生规模6.8大地震。代替玉里到富里这段铁基路歹去了后，恢复通车进程的应变措施。这场天灾严重损断当地徛街、车路甲桥。到当居民若一个想到，心内也是感觉会惊。我已经住70多年啊，我捌拄过遐尔重的地震。啊，都是因为遐地震了有必开无，啊不开了一直下线，一直等，要我2个月才处理好。这场无情的天灾，嘛凸显偏向政治济年来的问题。为台北搬来玉里创业的张振武，面对地方政治封闭的情形，伊想要改变，所以伊招当地有志筹办政见说明会，伫去年9合1大选进前，互要参选镇长甲镇民代表的候选人，讲出因未来施政的措施。地方既然有很多没有办法发展，那么我们有很多在那住了好几十年的这一些乡亲，情何以堪？这个前镇长他其实有弊案啊，有抓去关嘛。就其实这边可能有一些选举文化并不是很好。我后来在思考说这件事情要怎么抑制，就是从源头开始，所有资讯只要被透明，这件事情他们就比较不会发生。欢迎来到微醺吧，然后我是接下来8个小时会灌你们酒的大雄。陈伟文嘛是迁徙去玉里的人，伊伫遐创立医技实验室，透过伫在地小旅行，互玉里无共类型的高人加入去旅客心内。这个农村呢，通开就是少年啊，你看到大概开会啊啥话吼，若要送啥，3个斗起来拢200多岁。他就是带客人认识193县道的各个部落，这样就觉得应该要支持他。因为我本来就是移居者，所以有能力的移居者被请过来，爱一步一步来啊。移居实验室就是我就是看到这。参选的人得到初步成果了后，开始提供资源甲方法，协助更加侪少年人来后山打拼的机会。期待会当甲地动抓顶悬的农村，重新打造做适合少年人生活的好所在。记者吴淑美、连新维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今年过年休10天，高铁嘛宣布要加开12班加班车来消套人丁。另外，咱全台湾的饭店伫过年期间订房率即马拢已经超过5成，有一寡所在佫已经有8成甜。也毋过真侪饭店即马拢有欠工、欠骹手的问题，就算薪水加5千、加7千，也是真恶找人，可能嘛影响过年的服务。详细检查整理摒扫房间每一个所在，疫情了后，房间清洁工作爱更较详细。国家一直欠工，工作量愈来愈重。今年春节拄到解封了后，头一个长假，国内旅游需求量大。围路面了后，以订房率来看，台南是全台湾第一，苗栗订房率对伫后壁，正月初2、初3拢超过8成。东台湾观光热点花莲订房拢7成以上。因应春节旺季，业者除了持续请人补人力，也调度主管、行政人员拢爱徛上第一线。各部门也需要做这个机动性的支援啊。你行政同仁早上没事，那请你到餐厅帮忙收盘子，收完盘子，请你上去拆床，请你上去收垃圾。主管、老板，大家都跳下去做。有业者坦白讲，因为人力真严，今年春节民众住旅馆可能等的时间会较久。有业者是讲已经准备礼宾方案，民众等待时阵有休困区，也是小点心通用。人力银行分析，这个欠工为去年10月就出现。上新统计显示，国内36.4%的公司出现人力真严的情形，其中9成5拢是餐饮、住宿加休闲旅馆业。仍然持续是找不到人，主要的分析原因还是因为，毕竟过去2-3年呢，这个饭店业、餐饮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影响，很多人其实已经遭到裁员或失望的这个离开。原来这样的一个行业还没有这个在最近的重返哦，那加上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饭店业这个高压还有高工时的一个工作环境是比较却步的。劳动部呼吁业主提高薪水，才找到人。根据人力银行招募资料，目前有业主对房务员开出比较早悬5千的薪水，接待员起薪原来比较早加7千，约卖4万块。不过旅馆业反映，即马是加薪嘛找无人，希望政府会当开放，甲真需要劳工的职缺，允准任用外国籍移工。记者综合报道。礼拜过年嘛爱办年会，受疫情影响，已经停办2档的台北的迪化街年会大街，按算伫今仔日就会重新对外开放。这一届今年有300外的店家来参加，嘛配合每年兔年的围炉做主题，店头是希望会当向民众去交关拼经济。
大大的土仔造型花灯，配合规排的鼓仔灯，民众手机体力翕袂停。台北大稻埕的德化年会大街，元月初6就要开放，活动区域当咧大平啊，互人感受到年节的气氛。这是疫情解封了后的第一摆年会活动，为着防疫，参与的店头做好准备。用这个小包装这样啊，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样，因为防疫期间这种比较安全、比较卫生啊。我的物件拢用那个盖子盖着，它也不会去接触到空气所以我们防疫做到介好啊。除了食食以外，年会大街嘛设立告示牌仔甲电视广播，引导民众伫人济的时阵对边仔的巷仔疏开。德化街商圈发展促进会表示，年会大街重新布置开放，预计来买年会设计的人会真多。成长了3到4倍了。如果我们一直想把说那个元旦这种人潮，把它延续下来，我们的整个年货大街，之前北街没有装点，现在北街都有装点，整个从台北桥到我们南京西路，整个都有装点，都蛮漂亮。今年的年会大街以围炉做主题，各种食材料理已经传好势。德化街商圈促进会邀请民众行村食好料。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伫1968年的电影《孙正义》，浪漫的剧情是互这出电影真轰动。也毋过真歹，电影内底伴罗密欧甲朱丽叶的男女主角拢有徛出来指控讲，当时因着还未满18岁，若当时去翕无穿衫、烫光光这画面，拢是哄骗的。所以因即马嘛打算要向电影公司讨赔偿，讨5亿美金。See how she leans her cheek upon her hand. Oh, that I were a glove upon that hand, that I might touch that cheek. 罗密欧甲朱丽叶经典爱情故事，大家拢真爱看。这部1968年推出的《孙正义》，将莎士比亚名剧搬起大荧幕，由李安娜·韦丁甲奥利维·荷西主演。迄时阵只有15岁，奥利维清纯优雅气质，也着上水朱丽叶丰富。影片伫英国盛大首演的时阵，女王伊丽莎白2世甲真侪皇室贵族共同出席。Accompanying Her Majesty the Queen, Prince Philip and Prince Charles. 暗过半世纪了后，这个电影当中的男女主角率向派拉蒙电影公司，甲已经过世道歉。法兰克·齐费尼提告，指控因对未成年性拍摄、性骚扰甲诈欺。两人伫诉讼当中指出，导演迄时阵本来甲因讲，用穿恢复式内衫来拍戏，迄一天煞叫因无穿衫来演出，佮保证镜头袂出现。当时佮警告，若无配合，就会伤害因的演技前途。因无法度选择只好顺从。两人认为片中所看到无穿衫的部分是因伫不知情的情形之下所翕的，违反美国甲加州对儿童性剥削的法律规定，而且近前年来对因造成精神损害甲情绪困扰，所以提告求偿5亿美金，核心台币153亿。被告的派拉蒙公司到即马无做出回应，公司新闻暂回应评价。所以咱镜头来去日本，日本东京的丰州市啊，新年开市举办头一场拍卖，若拍卖出上悬的价销是一尾对清心观来212公斤的乌昂床，这尾乌昂床是以1票3604万，大约新台票849万，互买去。拍卖场内底的手摇铃声一直达，因看出新年头一天的市场喜巴竞标人气正旺。东京丰州市场早起照惯例举办新年头一届的竞标，今年上重的乌昂床有212公斤，是亲身搭正港的市民主内正红掠到的。现场的拍卖嘛真竞争。昨年は急激な円安や生活必需品の値上げ、海外情勢の変化など多数の変化がございました。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拡大など、我々水産業界を取り巻く環境は引き続き厳しい状況が続くと思われますが。现场已经看到真侪竞标业者揸着手电啊，甲工具伫观察肉质的品质。最后这尾上重的乌昂床，互东京米其林餐厅、银座小野市熟食甲水产批发业者三行共同合作，用3604万日票，差不多大票849万标着。这嘛是双方合作连续第3档买着。
这个介绍甲2022年相关的介绍1688万支票相比，嘛翻倍成长。去年的往层甲今年相比只有轻1公斤，也毋过今年的介绍翻倍，嘛迄是市场的需求增加。嘛，好掠着即尾往层的渔民表示，这是伊掠过上好的鱼。伫过去相关的竞标介绍是伫2019年年初，连锁寿司餐厅寿司3卖，用3亿3360万支票标着207公斤、400公克重的蚵仔床。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再来看有合作过 NASA 做太空研究的瑞典太空公司 SSC， 即马因伫北极圈北边140公里，正偏向的一个乡镇一个所在，有起一个太空火箭发射基地，希望会使甲太空科学领域发展出商机。小型火箭找到科学实验装备，进行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次轨道飞行。这片白茫茫、规个拢是树仔的所在，是瑞典太空事业未来的新希望。瑞典上北边的城镇基瑞纳是伫咧北极圈北边差不多140公里，由基瑞纳往东边20公里，伫咧这片比台湾的上北国家贵人、宜兰也更加大，不过拢无半人的所在。尤卡斯耶尔维，瑞典太空公司 SSC。伫遮设立火箭发射基地，目前全世界参加商业火箭发射事业的国家，美国的发射基地伫咧佛罗里达州，俄罗斯是佐州哈萨克的拜科努尔，另外一个远东的阿穆尔，伊那军民下院的普列谢茨克是欧陆地区即马唯一的发射基地，伊那欧洲太空总署伊萨发射场是伫咧大西洋的对岸，南美洲的发射圭亚那。因为卫星即马愈来愈细粒、愈来愈轻，用太空火箭做商业化发射，条件无遐尼悬，像通信、观测甲科学实验，拢是当开发的市场。Right now, we're seeing a huge interest from the science community to fly on sounding rockets. More and more of the science teams realize that they can push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science further if they can eliminate gravity. 2年前的2020年，瑞典太空公司庆祝成立60周年，自协助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太空研究，共建立家己的火箭基地。瑞典商业化太空科学领域的地位已經正在。In general, it's between 5 and 8 launches per year. In total, I think we're up to 700 launches or so from here when it comes to rockets. Been a huge market increase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when it comes to the demand of launch services. And again, it comes down to the fact that satellites are becoming smaller and cheaper, and instead of launching one big satellite, you spread it out over multiple small satellites, so that drives demand. 面对来自西欧、北欧各国的竞争对手，瑞典太空公司对正这俄罗斯以外欧陆第一个发射轨道卫星的企业较有信心。因按算2023年年底或者是2024年年初，就当开始商业化太空火箭发射业务。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嘛是伫瑞典科技的进步。瑞典有力量发电的发电公司有研发出太阳能耳机，毋但会当用日头光来充电，连电火的光嘛会使替这耳机充电。机器慢慢接触半透明液体了后，色水转做黑色。这是瑞典新创企业 Xreg 研发出太阳能耳机上重要零件——薄型太阳能棒。A unique material that is charged by indoor and outdoor light and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ny device or product to make it fully light-powered. 为生产沿靠永续能源发电的产品，瑞典的一间新创公司研发出沿吸收光源转化做电源的太阳能棒。因为是用二氧化钛甲环保材料来制作，高度比一般太阳能棒布只有1.3公里，也方便企业业者打造相关用光源充电电子产品。Like you in your house, you can print any design. Total freedom in shape and form factor, and different colors as well. So we can print to fit into any device, basically allowing any kind of product to become self-powered. 业者表示，这款产品研发灵感是来自是不来光合作用，吸收的光源不只是日头光，就连厝内各种电火、人造电火拢吸收转化，所以用户用经济环境甲使用状况，和产品家己用电。目前已经用在耳机、牵充不的带、甲脚踏车安全帽顶悬。部分太阳能板若去遮着，其他应接触光线的部分也是正常运作。
The market is so big, it's just unimaginable. You know, anything that runs on batteries,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be able to smartify. We're talking billions of batteries per year that we will replace. 毋过，部型太阳能板对需要大量电源的电子产品，亲像手机啊，都要用真侪时间充电，所以这产品目前该适用伫充电量无大的电子产品，无法度用伫手机啊、电动车。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9度。同齐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